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2个本土病例，其中伫咧新北市有144个，台北市有127个。国务院宣布讲，要甲防疫旅馆分3级，受较关键的就是防疫专职旅馆收一寡轻症患者。另外，新北市要甲600多个公共场所关起来到5月28。国内升级最后3级警戒，若准车顶只有驾驶1个人就会当免挂水暗，若准有2个人以上就要挂。希望各县市就要统一。咱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2个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也已经是连续7天，逐天拢超过100例咯。其中伫新北市的部分就144例，台北市有127例，境外病例部分也有3例。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目前暂时未升到第4级警戒。不过，这礼拜6礼拜是关键，呼吁民众无代志就莫出门，减少胃病风险。国内疫情持续减价，阁新增加312例本土病例，年龄上细汉无到5岁，上侪岁有到90外岁，男性占170例，女性有142例。其中以新北市144例上侪，邦桥占37例，国内是台北市127例，艋舺有60例，桃园市13例，基隆市9例，台中市甲彰化县拢5例，高雄市4例，宜兰县2例，屏东、南投、云林拢1例。万华活动史相关的仍然偏高有107例，那茶艺馆相关的73例，那某社团相关的有6例，水果商相关的5例，那其他已知感染源的24例，关联不明的有72例，意料中的有25例。因为本土个案持续增加，已经连续7天，过一天确诊的人数超过100例，行踪遍布全台湾11个县市。但市长表示，目前防疫警戒要是维持第3级，无要升到第4级，外界唔通乌白喊。后礼拜是重要的观察期，呼吁民众休困的时阵无代志，较莫出门咧，减少行线甲群聚。如果能够在这2天，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流动降到最低，那我们可以逐渐的把这些传染链如果能够切断。好，那对我们防治疫情是非常有办法。最近疫情真正力，假信息嘛增加袂少。为5月7日到20，警政系统拢总查到60件假信息，以上21件有42个人，还佫有39件持续侦办当中。从疫情爆发以来，警政机关发现讲有91件是疑似境外人士散布的，拢总以上535件，有673个人。非常多的假讯息出来，扰乱整个我们在防疫的措施跟社会的安定，所以我们要严正的跟这些传播假讯息的源头你敢传我们就敢侦办而且我们一定是强力的侦办。国内新冠 AZ 疫苗累计已经有28万1000多人有注，新增加2例疑似是注疫苗了后严重不良的事件，一个是注了后的过长工出现喘气有困难，骹手麻痹袂自力，目前症状已经有转好，会当正常上班。另外一个是注了后的第3天，注射迄边的手骨头，规个红记记肿起来，佫直哭哭，倒手的指头佫会麻麻。目前症状有改善，而且持续追踪观察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宣布讲，要甲防疫旅馆分做3级，有的是一般防疫旅馆，也有居家隔离防疫旅馆，也佫有加强版本的防疫专职旅馆，类似是集中管理即寡轻症患者的防疫病房共款。虽然讲中央政府建议卖公布疫情列区，不过郭文哲伫今仔日犹原有公布，除了艋舺以外，文山区、大同区犹原有真侪病例。为着强化台北的医疗能量，台北市长郭文哲宣布防疫旅馆分做3级，包括收治为外国入境停留14天一般的防疫旅馆，收容居家检疫的防疫旅馆，还佫有上关级加强版的防疫专职旅馆。也若国内头一间星级的饭店凯撒饭店，嘛加入加强版防疫专职旅馆的服务，为即嘛开始暂停对外开放。我们陆续把一些比较大型的防疫旅馆要转成这种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坦白的讲它就是我们台湾版的方舱医院。只要有确诊，就算情形不明，嘛会安置伫加强版的防疫专职旅馆。目前有4间旅馆，拢总351间房间，即卖已经招募到1542个退休的医护人员，受训了后会来遮服务。目前台北拢总有103间防疫旅馆，6848间房间，未来还佫会持续增加。台北市嘛公布各行政区感染的人数。到20为止，病例数上侪是艋舺、文山，还佫有大同。其中以艋舺确诊者上侪，有299个人。
为了阻挡疫情拓开，市府阁宣布会将公园所有设施关起来。一般的公园还是会开放，那公园里面的公厕我们会加强的清消，但是体健设施跟相关的游乐设施我们会暂停到5月28。即卖疫情嘛炭烧到市府大楼内底，工务局新工处有一个厂商驻点人员确诊。市府强调讲，确诊的人员并不是正式的员工，已经扣了接触的5个人居家办公。台北市某一个社福中心，有一个社工确诊，接触的32个人内底，31个人快速体检的结果拢是阴性，其中1个人已经注过疫苗啊，目前拢伫咧居家隔离。台北市长郭文德讲，头一线的医护人员一定爱注疫苗，目前估计差不多有6万人，呼吁中央都要赶紧分配。拜托中央赶快做完流程哦，发给地方，因为现在就说我们要上战场，你知道哈，需要弹药，这个叫自动自发的封城哦，就靠拜托国民哦，大家合作，再撑1个礼拜，我认为可以疫情可以控制。郭文德分析，严格管制敢有效，还阁要加观察几天才会当确定，有信心会当控制疫情。因若28敢会升做第4级的警戒，郭文德认为讲，若要封城，伊认为是无啥透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的本土病例也拢无降落来，今仔日有144例，伫邦桥上济3重埔也增加。市长侯友宜表示，有8成确诊病例拢甲放假有牵连，为着要减少民众胃病风险，新北市600多个公共设施甲公园拢暂停开放到5月28为止。以新北市本土确诊案例个超过100例，有144例，以邦桥上济有37例，3重埔有16例，加做新社区。为怎啊，更较侪确诊者行踪，新北市政府成立疫调分析中心，结果发现有8成确诊者甲放假有关系。最少有80%以上都是从万华那边，不是在那边工作，就曾经去过万华。尤其新北市的人口非常的多，403万。台北市的人口大概260万，当然相对的很多都住到我们新北市了，在整个传播链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沿着所有的隔着淡水河，形成我们的热区重点。来看疫情热区，算疫情一开始放假确诊个案大爆发，按过无论是坐捷运，也是行花岗桥，真紧到邦桥，过花中桥就到中湖，中湖往邦桥交通真方便。所以周边的新店新增3重埔土城也连续加做热区，新北甲大埔生活圈带来便利，也互疫调爱甲病毒比赛。确诊者曾经经过的点足迹点位，我们结合所谓的 GIS 地图，进行所谓的定位转址的作业，让确诊者的足迹都一一浮现，然后进而我们去分析出相对的热区。为减少传播链，新北市动员200警力甲卫生局合作，将压热区。不过中央好亲像无希望地方公布，侯友宜有无共款的看法。像中央每天也在公布热区，一公布是板桥也是热区，我们还是会跟中央来好好讨论一下，怎么样对热区的定义，怎么样做才是对整个疫情最有帮忙的。为减少民众聚集，新北市关公园甲公共设施600外所在，到5月28为止，新北市确诊人数有895例，医护人员的压力只增加无减少。不过目前新北医护人员疫苗注射率只有42.7%。侯友宜向中央发挥赶紧买疫苗，同时呼吁民众大家爱建立自我的防护。我们的自我防护泡泡的距离，酒精、口罩，保护我，保护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本土病例当中，家人有9例，桃园有13例，宜兰也有2例。宜兰市政府今仔日也公布确诊者活动行踪，有1位是海洋大学学生，另外也有1位查甫患者，伊故意暗坎捌去过台北放假。讲到宜兰的部分，也有甲宜兰大学300多位老师甲学生做体检，目前拢是阴性的。另外，桃园的金沙酒店案件也有追踪200多人，就是希望讲甲这个范围略搁较宽来追踪疫情。暂时休困的成功市场静悄悄，早就已经完成消毒，因为疫情一直拖。贵人里一个新增加9例确诊，贵人市政府也公布一波确诊者的卡列。案例2863是海大学生，已经列出35名师生伫厝隔离。案例2446、2448甲2449是一对母仔囝甲外籍看护，其中案例2446是50多岁查某囝。调查过程中也有意稳踪去放假的接触史。而案例2564是伫成功市场来摆搭，一家4个人拢确诊。一个摊商，
那他有万华的消费史。那我们得到最新的一个讯息呢，他的儿子以及女儿还有女婿也是确诊的案例。另外，宜兰有2例确诊，总计确诊31人，其中1个是40外岁男性，北到南投去工作，台北找朋友，检查了确诊；另外1个是20外岁女性，伫台北工作，身体无爽快，回乡检查了确诊，北去莱尔富最近门市。宜兰大学300多名师生采检了是转属阴性。明后天是周末，许多民众可能会出门，但现在是疫情期间，请民众尽量不要出门。也不要跨县市的移动。桃园的环保人员也是大出动，对着家乐福、桃园店北德的大南市场这所在进行大消毒，因为桃园里新增加13例确诊者，卡列遍布卖场甲传统的市场，其中3人有万家接触史。对着金沙酒店案件，包含员工甲确诊者、接触者甲厝内人拢纳入包列，全部包列扩大到210个人。那其中1例是跟金沙案有相关。那这一例，案号是3034，那它是在我们之前在扩大在匡列的这个人员里面，那检出来是确诊的部分。那这个个案目前呢是没有症状的。为了避免人相追斗阵，同除了室内外体育场馆全数关起来，也陆续甲375座的篮球网拆掉，避免民众做伙拍球变做防疫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今仔日有增加5个本土病例，其中朝阳科大的传播链是变更较快。目前做伙去唱 KTV 的学生，也有人喂病、喂互隔壁包厢的人，甚至喂互厝内面的人。市长罗秀燕表示，这2天伫朝阳科大有快筛793人，阳性的有19个。另外，目前台中市也改做全部餐厅拢爱互人客包倒去食，人客也着爱进行实验制。台中市府线顶说明，台中市的确诊状况，以新增加的本土案例当中，台中市增加5个，其中台中市卫生局证实，新增加5个当中有4个甲朝阳大学 KTV 唱歌传播链有关系，其中1个就伫隔壁包厢也去围着。那他并没有出国史，他也是在5月13号当天呢，跟同学到美乐地的 KTV 唱歌。那跟朝阳大学的这个 KTV 唱歌是隔壁。新增加不只是斗阵唱歌学生，隔壁包厢的中国医大查甫学生，就连斗阵唱歌食友的妈妈也确诊，伊是卖场业务员，去过各大卖场。朝阳大学内底快筛站也为2日开始运作，到1日中昼快筛793例，阳性19例。市长罗秀燕除了对15000多名师生宣布快筛动员令，也宣布伫台中的餐厅伫内底食饭聚会全部拢暂停。全市餐饮业禁止现场饮食不可以内用饮食因为你要吃饭，你就会脱下口罩，那就是风险。中华也第2日增加5例确诊，拢是为水沟乡传播链出来。其中一个60岁确诊个案，伊是做保险工作，接触者就有104人。那他检测到的时候 ，CD 值是14.3，就是病毒量很高。那他的接触者里面，包括他家里面的接触者有26位，他一些社交生活的接触者有24位。根据中华县卫生局统计，到即马中华有69个确诊个案，其中甲水沟乡传播链有关系就59例，敢若是一天就4例，甲水沟乡福林人去过歌唱班有关系。伫伫南投云林也拢各传出1例，中部疫情是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高雄有4个病例，屏东也出现头1个本土病例。高雄市政府表示，今仔日增加这4个拢甲海产餐厅有牵连，而且餐厅内面的服务人员也有人确诊，接触者的追踪就要抓更加快。14到18这段期间，去过餐厅的人客拢爱进行追踪。也因为伫咧高雄的餐厅爆出群聚感染事件，市政府也宣布讲，餐厅内面是袂当用餐，一直到5月2日为止。高雄主营一间串门子海鲜餐厅，目前是新冠肺炎防疫重点。因为1高雄宣布个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全部拢甲这间餐厅有关系。甲新北指标个案2336，刚到食饭的朋友个新增加确诊，也个有2个包厢，疑似因为共用便所去围着的南华女保险业务员，也去会着刚到食饭的同事，
到1日为止，这餐厅已经有7件本土病例，阁互市府烦恼的是，其中也有一个是世界送餐的外场服务员。直到我们匡列他为接触者进行采检之前，他全程是没有症状的情形。通知海鲜这家烧烤店歇业的状况之前，他是一直在外场进行服务。那所以他接触的人相当的多。检测发现服务员的病毒量真悬，煞无症状，甲10个餐厅停业进前拢无无事实状况。可扩大科内接触人数，也呼吁5月14到10日去过高雄左营一间串门子餐厅的民众主动去病院采检。在5月14号、14、15、16、17、18，那你曾经到左营区的串门子烧烤店活动的这个部分，那请你打1999，我们来安排采检。连确诊的屏东县2日也增加1件本土病例。在5月8号到万华旅游，5月10号回到屏东之后，一直到5月20号自行的这个去到医院采检。3037例是65岁查甫人，甲网家朋友食饭，虽然无症状，毋过家己去采检，20确诊。北经过林后4平平地新民公园、绿色磅空者相关地点拢已经消毒，确认5名亲友采检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最近咱的本土疫情有关是真严重，讲到这个病院也逼出真侪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有邦桥阿东病院、台北的和平病院以外，也有新北市的联合病院、部立台北病院等等。三军总病院也对外宣布讲，院内有一位住院的病人，以及着一名护理人员，也有一名助理护士检出阳性，目前是暂时无收新的患者。台湾疫情拖了真凶，最近一直传出有病院的患者家属看护甲员工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根据指挥中心的了解，这个病院内底以阿东病院14例是上济，过来是和平病院已经有8个人去围着，包括5月16确诊的60多岁茶馆的头家娘、茶馆的人客，也有甲茶馆头家娘住同间病房的2个患者，甲一个看护嘛拢确诊。后来扩大全病院的患者甲人员体检了后，其中3个员工因为有网家地缘的关系确诊。即马，阁有一个呼吸治疗师，因为家己感觉有症状去采检全确诊，嘛互外界质疑病院这边敢有疏失。呼吸治疗师是划在第2圈，我们叫做风险对象哈。那他因为这个刚好在5月14号有接种过 AZ 的疫苗，从5月15号就开始有发烧、喉咙痛的症状。那我们的 SOP 是要观察2天。那之后，因为他的症状仍然持续哈，到5月20号的时候再进行第2轮的这个采检的时候，有验到阳性。也那新北市的三重病院，嘛因为11收治一个急诊的患者住院了后，家属讲，这个患者的女朋友伫网家的茶馆上班，采检了后确诊。病院虽扩大科内院内200多个员工做采检，而且居家隔离20个接触者，第一届采检所有的人拢是阴性，不过有一个护理师伫隔离的期间常常发烧、流鼻水。第2届甲第3届的采检拢是阳性确诊。为福部台北病院顶一日普遍体检出现2个阳性的案例，这2个案例并无接触。其中一个有网家的活动室，也那三军总病院内湖院区，伫18验出一个确诊的患者了后，就随分配甲病房内底所有的工作人员做体检，阁发现有一个外包的助理护士，也阁有一个伫同一间病房服务的护理人员嘛确诊。目前三总已经暂停收新的患者，嘛已经停止所有的手术。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无症状，是因为主动监测看到有带到有人有病毒。尤其在双北的医院，都是我们目前共同生活圈里面，其实照顾病人很重要的资产，不会用数据2个字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院内感染或院内确诊的事件。面对国内几啊间病院，表出有人患着病，指挥中心强调讲，袂因为有医护人员确诊，就去认定讲敢有院内感染。外界过度的讨论，敢若会增加医护人员的压力。现阶段上界重要的是，病若有人确诊，就要赶紧科内甲隔离，避免疫情佫拖开。记者综合报道。毋那是病院，即马连政府机关也传出病例咯。立法委员罗致政有一名助理2日确诊，立法院的国会办公室也随进行大消毒。目前罗致政伊体检是阴性的，也当咧进行居家隔离14天。所以因为这个疫情遐尼严重，立法院后礼拜也要休会。早起立法院议场也头一届举行视讯会议，线顶表决的测试。立法院中心大楼工作人员无用咧消毒，因为民进党立委罗致政助理确诊，17这位助理都无进入立法院。罗致政表示，家己接受抗原甲核酸检测体检2项结果是阴性，也遵守指示居家隔离14天。
上个礼拜天去接受快筛的时候，那昨天被正式通知确诊。幸运的就是说，不论是快筛抗原的检测，或者是 PCR 的检测我们都证明现在目前是阴性。因为立法院下礼拜开始停会一礼拜，自一早起，立法院议会也第一摆举行视讯会议测试。议场内底大屏幕陆续秀出各个立委视讯影像。立法院长游锡堃指出，目前已经84位立委完成视讯甲表决，软体安装，安装率75%，并顺利做线顶表决测试。25分改开视讯会议进行表决测试。先跟在线上的党团干部打招呼。好，江委员江委好，好，柯建铭委员看到了。那我们的发言登记还有表决，甚至签到都是透过手机。陆委会一位外包厂商之一也被通报确诊，症状较轻。陆委会已经采取异地分流办公，除了陆委会所在中央联合办公大楼本部，有60多位员工改到海基会大楼第2办公室上班，有部分员工居家办公。另外，台北市现代要环境快筛阳性反应。一名城南本会包商驻点服务人员由快筛阳性转为确诊，目前陆委会同仁采检结果皆为阴性。20号晚上18点去做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台北市刑警大队指挥县林的小队长24有感冒症状，检测初步判断是一般感冒。想未到20快筛是阳性，紧急通知甲个案有密切接触的20岁同事请假伫厝。小队长是不是确诊？最后依然爱等 PCR 检测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无代志就莫出门，近日邮局阁逼出病例咯。台北邮局证实讲增加2名快筛阳性的个案，一个是伫邮局内面处理送批业务，一位是伫柜台服务民众的人员，伊本身有放假接触史，敢有确诊例，阁爱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中华邮政疑似确诊人数继续增加当中，台北邮局证实新增加2名员工快筛阳性个案。我们还是正常营业。昨天等于说他有2个营业场地都重新再消毒。中华邮政第一个确诊者是1名工会干部，第2个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员工，拢捌有放假接触史。另外，台北邮局快捷收发股外勤大卡车司机进前快筛阳性，也咧等核酸检测的结果。另外，新增加快筛阳性个案是信义道地股半日制员工60多岁女性，甲查某囝共大，是中山道地股外勤人员，平常时业务是送批，甲民众接触机会大。2个人居家隔离，目前采检当中。另外1名快筛阳性是台北金南邮局员工，正等待自胎结果，疑似捌有放假耍伊的婚假。在那个闲聊的时候，被同仁发现有去万华，因为他是快筛阳性 ，PCR 还没有出来，跟他接触比较密切的3位员工我们都给他排休假去做快筛了。中华邮政工会顾问表示，确诊快筛阳性个案继续增加当中，不过邮政业务量是未减少。尤其是寄物件高风险地区，亲像病院、邮件包裹，尤其台爱塞车进入内部，染疫的风险是相当的高。今年都，我儿子昨天他也送台大，而且台大还不能叫他们出来拿，推车子进去啊。问题现在就只有加强管理啊，他们现在送进去有戴护目镜啊，口罩会多花啊。台北邮局表示，目前确诊邮政单位已经加强消毒，也要求接触员工伫厝内底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外勤人员也发送防疫面罩、喙安酒精等，各呼吁民众非必要的邮务暂时唔通去染疫风险悬的邮政单位。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的本土病例也未压落来，伫咧台北的放假也互看作是重灾区。台北市立大学认为讲，迫害校区就伫放假，为着学生安全设想，今下晡就要甲宿舍清空，要甲外国学生一个着外岛的学生刷去填补的宿舍。不过，中央政府是建议讲，尽量别甲学生刷来刷去。不过，这个学校的做法伤过赶紧，目前有要到40位学生表示讲，因无想要刷。台北市立大学保爱校区，我30个住学校的学生，在行李佮运动场集合，准备在学校安排3台专车，登去中南部佮东部。要求我们尽量可以离开就先离开。那你家是住哪里？高雄。
上车进行消毒，采取实联制，一车20个人坐每回座，学校彻底实行防疫措施。不过车驶离开的时阵，有学生伫窗仔边摕我无想要离开学校，学校说要我上车的海报，佮有30几个在学校的学生投票决定无要离开，指控学校独裁，要伫20早起8点之前，甲宿舍清空。他所谓的沟通应该就是一纸声明而已，他也不想要做任何管制，不想要做任何防疫措施的升级，就直接撤离。好像学生不待在学校，学校就没有事情。为了保留住北师大无确诊学生的一个光荣的招牌。学校为着要甲宿舍清空，嘛要甲91个外籍学生，佮有离岛学生选去天母校区的宿舍。虽然讲是一人一间，佮有家己的浴间啊，不过有学生讲，为咗外籍学生是真无奈，因为他们觉得台湾北师大的宿舍就是他们的家，但是他们现在要求就是被撤离的话，就得好像就是他们已经回不了自己的家了。学校解释讲，破坏校区挖境绑架是高风险的区域，加上破坏校区的宿舍较旧，无符合防疫的规定。指挥中心再去个重新讲，即卖是全国3级警戒，唔通凊彩先刷叮当。学校回应讲，是送学生登去安全的所在。不建议你移动，是你不要跑来啪走。你从高危险的地区，因为现在学生都很安全哦，都很健康哦，从高危险的地带把他送回安全的家，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台北市立大学统计讲，离一破的校区甲天母校区，拢总有45个在学校的学生坐专车回去，会阁继续甲无要离开的学生沟通。不过学生讲，教育部拢表示，袂当强制学生回去处理，会继续掂咧，看学校要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度，目前有几千名武汉肺炎感染者去治疗療菌感染症。这款療菌感染症的死亡率有到50%，严重的人爱甲目睭或者是下颌切掉，才有法度活命。卫生部也发公文到地方政府，要求因着爱赶紧来发布療菌感染症当咧大流行。当第一个新冠病毒第2波疫情车拼的印度，即马佫出现新的公共卫生的挑战。最近几个月以来，有几千个感染着新冠病毒，当伫咧做治疗或者是已经复原的患者，分数顶出现真罕见的无療菌的感染症。疫情上界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省，顶礼拜就出现1500个病例。首府孟买一间病院2个月就有24例，也若去年规年搭，同款症头的敢若有6个尔。म्यूकोरमाइकोसिस उन लोगों में होता है जो इम्यूनो कॉम्प्रोमाइज पेशेंट्स होते हैं, जिनको आईसीयू में लंबे समय रखा है और जिनका लंबे समय स्टीरॉयड चला है, इम्यूनो कॉम्प्रोमाइज्ड है, तो ऑलरेडी उनको कोमॉर्बिड कंडीशंस है। तो स्पेसिफिकली म्यूकोरमाइकोसिस की वजह से डेथ हुआ है ऐसा नहीं है, इट इज़ वन ऑफ द कॉम्प्लिकेशन। लेकिन यहाँ पे म्यूकोरमाइकोसिस के वार्ड में हमारे यहाँ हर रोज के 1-2 डेथ होता है, 1-2。无療菌感染症，嘛叫做乌真菌症，是一种真菌感染造成的疾病，属于真罕见的疾病。患者的鼻仔会反乌或者是变色，目睭蒙雾，或者是看到的影会睁塌，胸腔痛、喘气有困难，甚至会有扫甲出血等等的症状。致死率有到50%，若较严重的，就要甲目睭或者是下颌切掉，才有法度活落来。印度卫生部处长20发公文，予29个地方政府，要求因宣布标出无療菌感染症大流行的消息。安尼卫生部才会当好好监控每一个地区感染的情形，甲医疗资源做整合，互民众有较好的医疗环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欧美目前是要拍算放任旅游限制，若准有做过疫苗的外国人，热天时就会当去到欧洲旅游啊。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刷警告讲，目前变种病毒当咧流行，就要思考这个严重性。另外 ，WTO 也呼吁药厂就要放弃疫苗专利来增加疫苗生产，上好是连技术也要转互别人。欧盟放宽旅游限制，有加在热天旅游大个进前拍开国门，欢迎完成疫苗注射的外国旅客入境。随着欧盟境内注射率一直来提悬，各界真乐观看待后疫情时代经济成长。Over 20 million vaccinations are taking place every week in the EU, compared to a few 100,000 per week in January. And this number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as production and deliveries are accelerating.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伫阿波多全盘来掌握变种的病毒威力进前，民众展开跨国旅行必须爱三思，因为即阵印度变种的病毒已经传到欧洲地区，为着即种病毒的人，因讲拢有出国的旅游史。In the face of a continued threat and new uncertainty,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xercise caution and rethink or avoid international travel.
伫美国表示支持由印度甲南非提出的合并新冠疫苗专利保护了后，原本态度保留的欧盟最近是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案，认为应该增加疫苗的产量甲开放出口，而毋是只是释出疫苗的专利。WTO 必须定呼吁会员国开放疫苗的专利，同时指出必须连技术甲专门的知识斗阵来转移。If you get IP without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know-how, you also cannot. If you don't have that, vaccines are quit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伫南美洲阿根廷连续3天确诊人数超过35000人，总确诊数超过345万人，死亡的人数也慢慢上升。阿根廷总统经由电视的谈话宣布，对2日开始全国进入封城的状态到5月31。这段期间禁止所有社交的活动，非必要商店会停止营业。严格来控管，只是为了避免医疗系统拢放弃。记者综合报道。AM 新闻有替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315例本土病例，有312例，其中台北市有127例，新北市有144例，彰化县有5个人染病，桃园也有13个人，高雄有4个人，台中有5个人，基隆市有9例，宜兰县有2例，云林县、南投、屏东今仔日都是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有3139例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1980例啊，民众一定爱接洗手、挂嘴安。无代志就莫出门。讲到这喙暗若唔挂，有影是艰苦坐挂。疫情严重，就算全国已经升到第3级警戒啊，抑阁是有人唔挂喙暗。伫台中就一个富人人，伊坐公车时阵，唔甲喙暗挂好势，阁沿路骂。另外，也有一间保险公司的员工有19人伫外口为做伙开会，民众去甲因劝导，佮甲人呛声，市政府也决定讲要甲这群人罚30万。另外，伫咧婚林斗内，也有民众无爱挂喙暗，甚至攻击警察，落尾也甲伊移送法办。口鼻要遮住，麻烦先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可能人伫公车顶悬大声叫骂，啊，毋过详细一看，喙暗规个挂伫下海。公车驾驶可能拢无要听，只好停伫路边。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但是发生伫20下晡4点。警方开记发单，依互卫生局处理。为21开始，伫台中坐公车也爱实原则。80%的民众，即便你没有扫这个 QR code， 我们也可从票证里面得知这样子的大数据。初期我还是建议大家所有的民众，只要上车，尽量扫这个 QR code。在防疫时阵，伫台中草悟道也有保险业务员来关注。要不要离开？真的吗？你们有照着法令是不是？我们现在人已经在外面户外隔那么开了，你还想要怎么样？有19人伫现场关注，啊，毋过即马已经是全国3级警戒，停止室内5人以上，户外10人以上的聚会。啊，毋过这阵保险员明显违反规定，市府决定重罚30万。伫云林斗内有民众报案，有10人伫火车站头前无挂喙暗，警方到现场，啊，毋过10人坚持都是唔挂喙暗。我叫你戴口罩，我现在不是秘密攻击。10人甚至出手攻击警察，警方呼吁警方职员将伊压制伫涂骹。除了无挂喙暗的部分，爱函上卫生局处罚，也可被以妨害公务伤害者罪嫌法办。如果没有戴口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再劝导，也不再辅导，我们就直接进行开罚。虽然指挥中心定调对无挂喙暗的民众先劝导，啊，毋过真侪县市也是倾向直接开发。疫情升悬，县市政府是真紧张，无用阮防疫出现一点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出外拢爱挂水暗，若准是家己赛车，敢着爱挂咧。各县市的标准也拢无共款。指挥中心也已经认定讲，若准车顶只有驾驶一个人，就会当免挂水暗；若准有2个人以上，就爱挂。希望各县市也做伙来统一。全国升级3级警戒，出外一定爱挂喙暗。啊，毋过网络传出高雄民众开车无挂喙暗，被罚15000，引起热烈讨论。卡数界一人开车是毋是也爱强制挂喙暗？开车组反映，感觉是无觉得合理。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在车上的话，我就会戴啊。啊，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干嘛还要戴？我没有传染的那个因素啊。前高雄市府持续澄清，无办过这张罚单，啊，过强调骑机车或者是赛车，拢看做是外出，无挂喙暗确实会处罚。
假如违反法令的规定，那我们就要开罚。所以简单讲，不管你是骑车，或者是当你在开车的这个过程里面，旁边又有人的时候，那请你一定要佩戴口罩。按过目前各县市对赛车挂吹暗的执行标准无同，台北市表示，目前以劝导为主，假使开窗啊，佫无挂吹暗，未听就会开罚。新北市也表示，假使车顶不只是一个人，伊愿以劝导挂吹暗为主，未实际开罚。即马全国防疫会议已经统一规定，各一个人开车唔免挂吹暗。如果是2个人以上同车，那我们要佩戴口罩。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在这个不影响他，因为他是在密闭空间内，他没有打开来跟其他人接触的状况下，那可以不用佩戴口罩。指挥中心表示，家己赛车假使2人以上共车，应该爱挂吹暗。另外，工人伫工地假使要食物件、啉水，只要保持社交距离之下，会用免挂吹暗。其他时间爱挂吹暗。另外，是毋是用伫公园食物件？但总监表示，食物件也是建议早等于厝内底或者是办公场所，唔通伫公共场所食物件。是毋是开罚会以劝导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下晡伫防疫记者会顶头宣布讲，台北市要设加强版本的防疫专职旅馆，专门收一寡无需要住院的确诊者。不过，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表示，即马防疫旅馆的分流政策、工作人员的训练等等拢有问题，希望这就要赶紧来改善。也就是说，台北市长郭文哲2日宣布，设立加强版防疫专职旅馆，收治快筛阳性加轻症的新冠肺炎患者。目前台北市已经有4间，伫旅馆内底是会有医护人员加警察进驻。郭文哲讲，这就是台湾版的本层病院。其实这些人再做个 PCR 检查，如果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不过，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指出，即马防疫旅馆其实也是有难做伙大的问题，应该要明确甲入境隔离14天的人、快筛阳性的人、加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分开大，而且应该要考虑到旅馆的房间数，愈少房间数的旅馆受风险愈悬的族群，工作人员的训练嘛爱无同。所以我是建议，应该是在60床以下，来安置这些快筛阳。那至于如果是那个核酸检测阳性的，那个95%是确诊，那种的话，应该是要安置在医院附近30床以下的小旅馆。卫健法建议，收治检测阳性的旅馆，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嘛应该无同，风险较悬的旅馆工作人员，工时应该缩较短，安尼才会使保持专心细致。记者郭碧君、陈派文台北报道。讲到最近台北地区疫情真严重，根据统计，台北市快筛阳性的几率14是上界悬，有11%；19上界低，只有4.5%。不过昨暗搁再升到5.5%咯。新北市是18上界低，只有2.8%。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讲，支持会第3店铺增加社区体检站。新北市平均一天就会当体检2000件。真侪民众咧等快筛，台湾本土疫情滚价，双北分别设社区体检站。那民众甲确诊者有接触史、活动史，或者是出现疑似症状，会用来快筛。根据统计，台北市体检量，逐天平均用有1000到1200例。观察台北市快筛阳性率，5月14是最近上高峰，阳性率11%，5月16是10%。了后一直落落来上低有4.6%，暗过一周小可回升有5.5%。我们快筛出来的数字大概是反映差不多1个礼拜前的状况。那么一开始那一波可能是阿公店有关的哈，那下来以后，虽然我觉得我们目前反映的可能是这一波是反映的是母亲节那个周末的一个活动的状况哈。郭文哲表示，台北市5个体检站阳性率8天平均7.3%，这波快筛反应无前一个状况，会阁继续观察。新北市体检量能5月16快筛阳性率上悬有4.5%，5月18上低只有2.8%，暗过20刷到台北市同款回升，阳性率是3.6%。新北不止1新增加附带新店顶3个体检站，市长侯友宜也要第2日第3天帮成立社区体检站。新北市已经有24个筛检站，有7个社区筛检站。不过，
为了应用三重的整个确诊个案，在昨天突然大幅上升以后，我们也特别在明天在三重的社区，我们要成立一个筛检站。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有7个社区体检站，自治个新增加3点半社区体检站，有希望解决新北体检量能较低状况，逐工应达到2000件。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长陈时中甲美国的卫生部长贝西拉20暗时有进行视讯会议。美国伫会议结束了后，表示支持台湾摕到疫苗。陈时中也有讲，伫会议顶头有表达希望美国会当分一寡疫苗予台湾。贝西拉也答应讲，若准备分配时阵，也会考虑到台湾的需求。另外，美国也支持台湾参与 WHO。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3友邦向世界卫生组织提案，予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登到 WHO。美国进前宣布要提出8000万剂疫苗予其他国家，台湾迅速都提到引发关心甲注意。美国卫生部长贝西拉甲卫福部长陈时中20暗时进行视讯的会议。美国卫生部推文也指出，美国支持台湾得到疫苗。陈时中证实有向美方表达这个意愿。贝西拉答应疫苗分配时会考虑台湾的需要。我们急需能够有一些的疫苗，希望它能够在这即将要释出的疫苗里面。给台湾予以支持。那美国这一方面的部长也予就是说对于友邦的支持，那是一定会的。所以他还是回去会跟他们的总统报告。那整体的分配的时候出来，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需要。陈时中表示，美国要在视讯会议上对台湾过去1年的防疫努力甲贡献表示肯定，更加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重回 WHO。由 WHO 24就要开幕，台湾到即阵依然无收到邀请函，也阁包含贝里斯甲秘鲁、洪都拉斯这咱国13友邦已经向 WHO 秘书长谭德赛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提案，要求爱列入本年的 WHO 议程来讨论。外交部我们都感谢并且尊重友邦以各种具体的行动来协助我方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O。总统府也表示，关有出席 WHO 各部会继续努力争取到最后一刻。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早起也到官舍向总统蔡英文报告相关的疫情做法。总统府表示，蔡总统甲苏贞昌、陈时中分赞分工。蔡总统会以个案的看法来评估国际政经的局势，一方面注意外买疫苗加速调配，另外一方面也掌握国产疫苗实验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变化是走真紧，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尽量莫拍拍走。若准有出现镜头，是袂当坐大众交通工具的哦。不过，伫咧20就一位民众确诊啊，伊竟然对家人7度坐火车到花莲，代替也赶紧进行消毒。另外，台东目前有8个体检站，不过伫咧南回线却是无半个，当地民众也正着急。台铁北回线20团说有一名确诊者对7度坐278次泰鲁阁号到花莲，而且途中也换8车甲4车2个车厢的座位。花莲火车站接到卫生局通知了后，透明对列车甲车站的动线大消毒，连这个列车长困的房间拢彻底来消毒。花莲县卫生局调查确诊个案2888是一个在归人工作的县民，3天进前头家替员工做检查，个案以为3天了后20无接到通知就是无确诊，有时才坐车等去睡，也不过20下晡就接到通知讲是无症状的确诊者。花莲县卫生局赶紧甲送到病院治疗，并且列出出来的人加计程车司机总共5人爱伫厝隔离。一公布确诊者转来到花莲了后的卡了。曾出入上面地点的相关场所者，在6月4号以前应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你代替也呼吁坐公班列车民众爱自我健康监测，而且喙也莫挂好。这个确诊个案，坐列车有这个卡列会用找到，也毋过台东县南回线的民众烦恼，若是有症状又可以家己开车来佚佗。当地民众一个无小心的接触到，你伫南回地区却是无检查站，官府表示已经要买快速检查剂来应用了。因为外来客会进来呀，哎呀，但外来客进来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啦。有
医事检验人员的卫生所都会投入快筛剂的一个行列。台东县政府表示，即阵台东县在台东市、成功镇、关山镇总共6间病院、甲绿岛、甲兰屿，总共开设8个检查站。南回山部分的警警来争取快速检查站，也开设检查站。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无代志，莫出门哦。这也包含讲看医生的方式就要变调。健保署最近有放临视讯看诊的服务，所有民众都会当使用。只要透过电话或者是网络挂号，就专人甲你联络。目前全台湾有超过4000间的医疗院所拢有这项服务。请问大名跟身份证号，还有出示健保卡。透过来视讯线顶看病，医师甲病人零接触，只要网络准备好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就用视讯看病。啊，毋过爱先敲电话，或者是网络挂号，预约好看病时间。曾小姐你好，之前有跟你确认今天要看诊哦。您有赖的话，帮我加一下赖的好友。专人电话甲民众如何加病院赖好友，完成几个动作都用利用赖视讯看病。过去线顶视讯看病，去年疫情爆发时阵只开放居家隔离、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检疫人使用。今年佫放零，毋过只有针对慢性病人。伫升级3级警戒了后，健保署决定，予所有民众使用开视讯诊疗门诊医疗院所，要经过卫生局指定。目前全台有4002间提供服务。啊，毋过领药啊，甲入健保卡，还是要走一撮病院，所以部分的民众认为实在无必要。通常医院他会安排一个特殊的窗口，让民众能够快速的领药刷卡了，就不会再去进到医院里面去啊。不只是西医、中医用视讯看病，虽然无把脉接触，啊，毋过透过检查喙齿、目睭、皮肤的变化，也能找出问题。看一下您的舌头，中医叫望闻问切嘛，切诊只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那目前台北市有200多家中医诊所已经可以做视讯诊疗，你可以打电话到诊所去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已经申请线上诊疗机构的认证。由阿东病院公布，下礼拜二自时开始开放稳固医疗服务，直至开放心脏内科、精神代谢科、泌尿科等真侪专科有效。国泰病院要11个科别提供视讯诊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玉山国家公园北通关道观营地附近，昨日发生火烧山意外，到今已经是烧5天啊。目前已经烧掉57公顷，相关单位也投入500多人去拍火。所以因为导火所在较压贴，而且最近当咧扩欢，所以这个火势也无法度控制落来。新力防护员当咧开辟防火线，要阻挡大火继续传。玉山国家公园的北通关道观营地附近。为5月16号早时发生火灾，到今已经烧了57公顷，但是因为地势甲天气的关系，拍火困难。都是一些针叶树，具有油脂，还有一些制活玉山建筑。那大家要知道，现在台湾是属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干旱的一个时间，然后地表物都是非常干燥，然后遇到火也不容易拍这个把它熄灭。然后再来就是说，在高山的地方。地形又陡峭，然后空气稀薄，救灾的人员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林管处指出，这摆火灾是因为停刷给主炸灯的时阵无设置引起的，目前已经动员500多人去拍火。飞灵机的运补甲投水总共飞了47摆，计共投水有80配动，但是红小气的珍贵林木可能损失更较大。最上游的地方，然后它的林木茂密，它的生态价值是很高的。然后再来，因为这个林木的烧毁，它的水土保持或是国土保安的这些功能可能也会丧失。那这些我想带来的这个损失是很难用于估计的。林管处嘛表示，刷来针对这届拍火的成本甲林木的损失来要求赔偿，这是目前上重要的代志，也是甲火拍好花，莫造成更较大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阻挡疫情拖开，今仔日全台湾400多间加油站也宣布讲，到5月2日进前，公共便所拢无要对外开放。不过中油的部分，因是讲无要关，不过会加强消毒。加油站的龙头，台湾石油公司全台湾直营的加油站就有600多间，即马便所要是有开放予民众做使用，也无要拍算甲其他的加油站同款，因为防疫先甲便所关起来。
中油表示，除了便所，包括复合式的商店、快速保养中心、甲营业室，每半点钟到1点钟拢会加强消毒。民众出入拢鼓励用简讯来签名。即阵为着防疫，有一寡加油站已经宣布，对5月21开始，公用的便所无要对外开放，包括大雅、福茂、统一、精工、西澳等等这些加油站，全台湾计共400多站，到5月28拢无对外开放。不好啊，有时候上年纪的话，真的很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就要看怎么样政策啊，总不可能说在路边吧，对不对？阮将讲甲真无奈，唔知影未来若便所拢关起来，要如何是好？不过疫情继续滚价，各大速食业者，包括麦当劳、摩斯汉堡、顶呱呱、肯德基、必胜客等等，便所也拢无开放，便利超商也同款。希望疫情量早转好，减少对生活不便。记者阿敏金林朴凯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政府宣布讲全国学校停课到28，即嘛影响到提供菜色予学校做营养午餐的农民。即嘛常常唔知影讲，这大量的错菜色要销对倒位去。新竹县农业处甲农会也赶紧来协助农民销出去，希望讲种人的心血唔通因为疫情来拍算去啊。新竹县总共有120间国中甲国小，营养午餐一礼拜有2摆，是使用在地有机青菜。即届受到疫情影响，学校停课，所有原地提供学校做营养午餐的菜色，常常销无路。农业处赶紧找农会，做伙想办法帮助农民。我们煮了吃了也卫生啊，因为现在疫情没办法出去外面这样吃啦。所以你觉得这样这做法很好啊，很好，我觉得还不错，或者是网络上提供给大家去选购的，我觉得也不错。农业处讲，新竹县的有机青菜，真侪拢伫顶个月就已经种落去。即马若是无照时间采收，恐惊会甲刷落来种植规划拍入去。契约的方式来生产这次5月18号开始宣布全国停课，大概就会影响到8天的有机蔬菜的供应量协助这个农友把这个菜去化掉，不然很可惜到时候就耕除掉，因为现在天气很热，蔬菜生长速度又很快。县政府表示，停课期间除了会在农民市场帮助农民卖菜，也提供新竹县内28间社福机关每天需要的青菜量，希望会使在疫情期间帮助农民把损失减到上低。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